以下呢一位客人本身係從事演藝行業，因為工作關係成日要上鏡，而笑起嚟牙齒就扮演好重要嘅角色。而客人覺得牙齒從側面望落去有啲突出嚟，上鏡唔係太好睇，同埋都想牙齒白淨整齊，改善翻牙齒上面唔均勻嘅牙色，就自己揾到我哋 Glow Smile 做全瓷牙貼面，做完口腔檢查再備牙取模。訂做好牙貼面之後，就會先安排試戴，確保牙貼面顏色同微笑線效果滿意，就會進行安裝。全程由經驗註冊牙醫主理，港人陪同跟進。客人而家上下排牙齒非常整齊，笑起嚟好 charm。我哋都係做返客人要求比較亮白嘅牙色，上鏡就更加好睇啦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咪都好想了解全瓷牙貼面有關資訊？Glow Smile 嘅牙齒美學微笑線分析報告，幫你深入了解自己嘅牙齒比例、微笑曲線同整體牙齒狀況。我哋會用黃金比例分析，精準測量牙齒比例，打造符合美學標準嘅完美微笑。仲會根據你嘅面型、膚色、五官比例同口腔狀況，即場用電腦模擬牙貼面效果，幫你設計最啱你嘅方案。無論係牙齒矯正、美白定係重建缺失牙齒，我哋都有多種方案，等你輕鬆擁有亮麗笑容。而家過程費用全免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有興趣就快啲點擊以下連結啦！